舉手伸懶腰，我哋將兩隻手放喺心口面前，揸緊拳頭先，然後慢慢向上舉高。舉高嘅時候咧，啲手指記得向天伸直嘅。翻落嚟嘅時候咧，要揸翻緊個拳頭。我哋同一個動作做10次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第二式左右推開廁所門，又係好似頭先咁，兩隻手咧喺胸前握緊拳頭先，然後右手我哋伸出嚟，好似推門咁樣。左手都係向外推出。好，我哋而家做10次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第三式撳開水喉刷刷牙，我哋練習咗先。首先咧，我哋將隻右手攞出嚟，好似撳水喉咁樣撳。我哋做5下，1、2、3、4、5。好，右手唔好喐住，維持住喺度。左手咧，我哋放喺口前面，俾個1字，好似刷牙咁做個動作。我哋做5下，1、2、3、4、5。好，然之後我哋夾埋一齊做，1、2、3、4、5。我哋換手，再試下。左手我哋撳水喉做5次，1、2、3、4、5。好，維持住喺度。右手攞支牙刷出嚟，打橫，擺喺個嘴仔前面。1、2、3、4、5。好，而家兩隻手夾埋一齊做，1、2、3、4、5。依家我哋夾埋一齊做10次，右手撳水喉先，左手拎起支牙刷，做5下，1、2、3、4、5。換手，1、2、3、4、5。第四式兩手幫忙着好衫。首先兩隻手咧攞出3隻手指，好似咁樣。然後咧我哋好似着衫咁樣，右手喺手腕方向掃上去膊頭，然後擺翻原位。左手都係一樣，由手腕嗰度掃上膊頭。好，我哋試下重複做10次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第5式單腳遞高着好褲，我哋遞高右腳先，遞高之後咧兩隻手喺大髀下面拍一拍，好似咁樣。之後我哋換腳，遞高腳喺下面拍一拍手。我哋做10次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第6式左右右左踏踏步。今次咧，我哋要由左腳開始先，好似跳舞咁跳。左腳遞出嚟踏一踏左，然後右腳打一踏右，右腳再翻嚟右，到左腳翻嚟左，加埋一齊就係左右右左踏踏步。好，我哋今次做3輪，大家一齊做左右右左，第1輪，第2輪左右右左，第3輪左右右左。第7式畫個圓形照鏡，拎出兩隻手先，將所有手指頭掂住手指頭，好似咁樣，形成一個圓形，好似個波咁。之後咧，我哋熱下身先，試下咧畫個細嘅圓形，掂翻住啲手指頭。如果準備好咧，我哋試下畫個大啲嘅圓形咯，好似咁樣。大家試多次先，畫個圓形，
掂翻住啲手指頭，準備好咧，我哋而家做10次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例法式開鎖推門出街啦！我哋拎起隻右手先，揸緊拳頭，然後做一個開鎖嘅動作，一齊做5次。1、2、3、4、5。好，然後右手咧保持喺呢度，左手咧就做一個推門嘅動作。1、2、3、4、5。好，之後我哋同時做呢個動作，右手就開鎖，左手就推門，一齊做咯喎。1、2、3、4、5。好，我哋而家轉手啦。左手好似頭先咁揸緊拳頭先，然後做出開鎖嘅動作。我哋做5次。1、2、3、4、5。好，然後左手維持住喺呢個位置，右手做出推門嘅動作。1、2、3、4、5。我哋又做多次咯喎，一齊做咯喎。今次係左手就係擰，右手就係推。1、2、3、4、5。我哋而家夾埋一齊做，拎出右手先，然後左手咧好似推門嘅手勢，準備好開始，右手頂，左手推啊！ 1、2、3、4、5。好，第5下轉手咯喎！ 1、2、3、4、5。